这个南瓜啦，金龟啦。你看，有了7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7叶以后，这个前端这个就要把它弄断，前端那边要把它捏掉，把它摘掉，然后它才会生这个叫子蔓，第二代的叫子蔓，第三代叫孙蔓，然后才会开花结果，结那个南瓜。还不把它捏掉，它一直长，结果不开花不结果，领悟到教育的道理啊，要管教啊。